離婚後嘅贍養費爭議，其實好多時候都係雙方相處及溝通困難嘅延續。雙方喺婚姻期間有好多未解決嘅困難同埋唔信任，往往係透過贍養費相關嘅爭議繼續糾纏。透過打官司去處理贍養費嘅爭議，需要嘅時間一般比較長，期間雙方更加會繼續積怨，仔女更加有機會成為磨心。通過調解去處理贍養費嘅爭議，好可能係一個更加適合嘅方法。贍養費調解嘅好處係可以俾雙方從對抗轉向為共同合作解決問題。喺保密同埋和平嘅氣氛當中，雙方共同了解情況並尋求解決方法。由於和解協議係由雙方一同參與同建構，亦都係自願達成嘅，因此有更大嘅動機令到協議能夠落實同埋執行，同時更加可以減少將資源用喺法律訴訟開支，亦都無需要等待法庭嘅排期，流程就更加暢順，能夠大大節省時間。喺處理贍養費爭議嘅時候，調解員首先會同每一方進行個別面談，了解佢哋嘅需要、期望同關注點。例如係經濟環境嘅變化、探視嘅困難啦，定係雙方嘅新感情嘅因素，邊一項先至係贍養費爭議嘅關鍵？並會搜集與贍養費相關嘅財務信息，包括收入、支出、資產同負債等，以便進行合理嘅評估同埋協商。然後會安排雙方共同會面，調解員會協助雙方有效嘅溝通，確保每一方都有機會表達自己嘅觀點同感受，並鼓勵雙方擴闊固有嘅想法，發掘不同嘅解決方案，尋求雙方共同接受嘅解決方法。若果雙方達成一致，調解員會協助草擬一份贍養費嘅和解協議，為確保其符合相關法律要求，喺簽署協議之前，調解員會鼓勵雙方先諮詢獨立嘅法律意見，最後會安排雙方簽署協議。經調解後嘅和解協議係具有法律約束力嘅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於2024年10月透過關愛基金推出贍養費調解試行計劃，資助家福會為符合試行計劃資格嘅有需要人士提供調解服務，協助準備離婚、已申請離婚及已經離婚嘅雙方以調解嘅方式解決贍養費及相關問題。符合資格嘅朋友可以免費使用專業嘅調解服務，由專業嘅調解員協助尋找有利於雙方及家庭成員嘅和解方法。而針對拖欠贍養費嘅個案，無論係支付方定係收款方，通常背後都有其自己嘅困難同埋故事。調解嘅平台就能夠俾到雙方直接溝通嘅機會，了解彼此嘅需要同埋困難，一齊考慮可行嘅出路，往往能夠達成更加適合雙方嘅解決方法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透過本計劃成功解決糾紛嘅個案。呢對夫婦已經離婚5年，當年離婚嘅時候，男方啱啱正經歷破產。雖然係咁，為咗前妻同女兒嘅生活，佢都好努力咁支付贍養費。佢支付咗幾個月之後，最終都冇辦法繼續落去。冇幾耐之後，女方就因為男方拖欠贍養費，將佢告上法庭。經歷咗好多次法律程序之後，最終佢哋嘗試進行調解。喺調解嘅過程中，呢對父母終於有一個可以平心靜氣嘅機會，去坦誠表達各自嘅困難同感受。更加重要嘅係，佢哋意識到長年累月嘅爭執已經對女兒造成咗極大嘅心理壓力。喺調解員協助下，達成咗一個和解方案，將協定嘅欠款分期攤還，亦都為將來嘅贍養費計劃訂立咗一個清晰而可行嘅方向。雙方最終能夠和氣收場。